问你咧，老大家来讲嘅系推翻五二协会，其实推翻五二协会其实系一只平台，一只通路，做得提倡，其实有千言百言嘅时间咧，讲冲也冇讲动冲。讲短也冇讲动短，其实主要是系希望讲做得提倡，伊都有你哋下度推翻比如讲单亲嘅妈妈，然后讲二度迷途就过来青条路嘅，你讲妇婴假也好，然后其他嘅对象，主要是希望讲做得提倡，佢哋可以很好有机会做得来做了啲东西，所以比如讲第五度要动到嘅作品，从历史讲嘅手工艺是系嘛，基本你老师带来的手工艺，然后讲出来文创的了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我相信这个协会里面朋友很多，对不对？走在一起都又可以交朋友，对对，丽玛老师应该除了学生很多之外，其实丽玛老师当时为什么会接触语艺？我是在学了北美串珠之后，然后因为在手作的这一条路，其实我是很陌生的。对，那所以我在学了之后，其实我也希望能够有通路，然后有能见度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也是在网络上寻找，那时候就发现了女艺协会，那它的理念非常吸引我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主动去找我们当时的理事长去做了解。对，那进入这个进入女艺协会之后，真的对我的帮助非常大，因为就是让我有开阔了视野，认识了很多在这个创作领域的一个妇女朋友。对，让我看到更多不同的一个创作领域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其实也可以提倡帮助尼玛信上老师，其实也是等于是多了另外一个，对，帮助我走出来，对，帮助老师走出来。就是说在手做的这一段路啦，对，因为这一段路上面，其实我完全是很寂寞，对，是很寂寞、很孤独，很寂寞，对不对？而且老师好像之前是在公馆是开了一家小店，对，那民国91年的时候开店，很久，到现在还在。那当然，好吧，要越来越好，那个店要越来越好，是，所以那个店现在还在那里，还在，对，小的，很小，不到1坪，可是应该生意很不错，可以这么说。早期的时候啦，对，早期的时候公馆商圈其实非常热闹，所以大概在开店的前5年算是还蛮全盛的，对。但是后来可能遇到了整个大环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，所以公馆商圈也逐渐没落。所以现在的生意跟以前其实差很多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就是也差不多在95、96年的时候，我也有这样子的危机意识，也觉得说可能这家小店没有办法养我到老，对，所以可能还是必须要找一些其他的一个方向去做第二专长的发展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有了兴起，就是要去学一些其他手工艺才艺的一个念头，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有这个机会接触了北美串珠，对，然后又加入了语艺，对，提供了一个平台，对，让我们的视野跟通路更广了，对，那当然也可以。调整或者是改善整个这个我们说生意的发展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对不对？简单来讲，就这样讲。我们讲来相信，其实都了解协会地图也是很多这样子的例子，因为其实。我觉得应该这样讲，应该用讲就5年、10年来，而且5年很长短。10年来其实都推翻可能几只经济嘅发展，然后你在几只台环境嘅变化，所以说是其实动都莫讲什么人，其实男生也一样，谁来年也强弱，其实就是中年失业的问题，其实。很严重的很严重，所以说其实安永改一家协会，安永改一家平台也是提供我们说2度就业。其实妇女要2度就业，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容易。就这样讲出来。所以其实历史改变应该也是很多安永这样的例子，对不对？动豆啊，因为2度就业毕竟是你脱离安慰社会其实一段时间的，所以你讲我们马上工作嘛改其实嘛有加难度啦，难度就对了。那台湾女艺协会是其实大家马上去就业可能有点困难，那我们就是或者说你没办法就业，那你就是要创业的时候，那就是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们就是用共同经营的方式，你一起好，这种几个人话可以加点。就是说把那个风险或者是成本把它降低，然后你就可以就是说，你可以在里面学很多所有的经营的东西，这样你就会了解说，开一家店要怎么去经营，要怎么去对客户，刚开始
空下来经营，然后降低成本，这样子就比较容易。那协会也是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妇女，她就是没办法，就是马上自己有一笔钱啊哈，然后去开店嘛，去死了俩一个平台，然后是空下来走，安谈一个一红呢。谈的感觉上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哈，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。跟妮玛老师一直点头认同，所以因为创业没有这么容易，对，真的要负担的成本很大。这个除了金钱成本，还有很多你的时间、精神的这个付出，而且你这中间是有风险的。可是其实做生意本来就这样子。黑个摸凤翔摸新本，那也太好了吧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只是我想最提重要给刚刚你没有改，你改下飞。其实就像妮玛老师讲的，其实可以协助很多的人二度就业协助他们创业，因为创业很困难，但是也认识了朋友。对，而且如果说加入的 PenU 的性质比较相当。也可以比较相互了解，对，有很多的温暖，会不会？会有没有？老师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那个温暖？对，有很多的温暖，对，然后有很多的支持，很多的支持，对，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领域的一个故事，譬如像老师自己应该也很多故事，我也是一个故事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对，有没有像是老师其实也是过去有一段蛮辛苦的日子。对，其实像现在你说单亲，就是一个人的薪水真的不够养家，所以其实现在几乎很多妇女都必须要承担一部分的家计。对，那像这个小店，其实到后来就是我们全家真的就是靠这个小店来做经济上的支持了。对，老师也是一个单亲妈妈，目前已经是单亲了，对，已经是，对，之前不是啦，现在是单亲，对，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其实这样也很好，我觉得就是说你有了这样的至少自己有一个专长，有一个空间，对，有个空间，然后又可以很专注的，对，而且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对，喜欢的事情非常的重要，对，做喜欢的事情又可以赚钱，真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把兴趣当饭吃，这是最幸福的工作。我觉得俩黑圈谁改提很不改时期，有很多的人就是说，其实很多人会分享，就是说，走谁改时间，你不要说你做的那个工作其实是很辛苦的，你要在中间找到你自己的乐趣，对，可是。对于这句话，我有一些意见。怎么说呢？我会觉得就是说，要能够在工作里面走为投入地都轻都去嘎嘎兴起，其实是不容易的。应该，而不是说你做了那个工作之后，你一定就要从那中间找到乐趣。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。比如说，有时候是真的为生活没有办法，你有时候为了生存，为了赚钱，你可能会走你不喜欢的事情。我的不喜欢事情很广泛啦比如说有时候，比如说像很多妈妈。他为了养家糊口，他就去洗碗。你说他很爱洗碗吗？他不一定很爱洗碗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说冬天，对，你说浪天俺浪，对不对？可以 save 那个手都很冰冻。他一个月，他为了也是就像妮玛老师讲的，因为他可能是单亲妈妈，她要养家活口。可是还是总得让你讲，哎呀，你要在工作中找到兴趣。你要在洗碗中找到兴趣，所以其实像老师这样是很幸福的。我觉得很幸福。对，因为老师有培养到几个改听你种葱，对，有走按酱改寻供你平绕台家乐分享，我觉得这是真的很棒。我想语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不过对，那理事是因为你很热心嘛，对不对？动也性，动也轻，还好啦。所以对，热情是一定要的，不管是在工作或是创业，其实都是需要热情。没有热情，可能就不会成功了。对，其实我想语义其实大家可能还没有这么认识。对，你们在这整个这个电音改狗昌地读，外界对你们也会有不同的看法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不同的看法应该可以不了解啦，不了解，不了解女艺这个平台到底是什么这样子。那当然就是说，可能早期我们女艺可能比较偏的是实体通路比较多，例如我们可能在女书店啊，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经营的女艺宝盒啦，去做实体通路的一个扩展这样子。所以在因为实体嘛，可能你要到那边你才会了解。对，那像现在刚好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大家都上网啊或者什么的，那我们就陆陆续续的渐渐的，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些不同的通路可以来做发展，例如说可能我们建构一些网络的平台，或者说我们利用例如像YouTube 这样子一个工具，也可以做一些我们的故事的分享，或者说我们创业的一个历程的分享，或者是我们的所有就业，或是二度就业，或是我们共同在这协会产生的点点滴滴，我们都
可以利用很多的不同的管道去发声，去告诉就是社会大众说，哎，女力平台到底是在做什么这样子。所以其实也当然刚好福气来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。对，所以老乡亲朋友来分享，分享女艺协会，或者说爱的创作者他的一些心声，或者说他的一个历程，或者我们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不管是失败的或者是成功的一个案例，或者是都可以了解，创业是什么，或者说二度就业的过程，或是它的困难点在哪里，或是大社会，或是社会下政府的一些，当然政府的一些努力，或是它有一些门槛在哪里？对，我们要一些眉眉角角，我们就是一些就在提供中都该资源啦，资源给大家知道，然后台大子弟而且来的寻求帮助很重要。因为其实有很多资源都在那里，可是台大都唔知怎么扮演起纳豆呀的资源。公司财会只是会安用你咧，你俩问俺们对俺们纳豆安用改资源咧，动豆啦。所以其实你也比提供安改资源，个豆大会用因为要怎么样联拢伊掉嘞？就是其实爱豆做起来打嘛不爱豆嘛做得下线了不爱豆嘛做得，我是讲到人家流行脸书嘛，爱豆嘛有讲粉丝团呐，因为做诶让留外不爱豆，好讲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源，或是想要加入我们，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共同经营这样子，或者认同我们，然后就是可以support我们，也是我们都是很 open， 就是很开放问台大，因为毕竟爱都做的是带皮推也一件事情嘛。嘿，所以现在俩其实是像历史工诶，更多实体店面嘿，冇俩很多吗？更多。爱豆里啊，最主要的核心是一家女艺宝盒，那是共同经营的部分。那爱豆协会的会员们嘛，也有很多实体店面。今年同爱豆是讲到全部的会员实体店面全部串联起来。大家不管是共同的分享或是共同经营这部分，是到来扩张的意思啦。像我哋有幸福园区到因为大稻埕有一家店里面都大稻埕那边开店，可以还蛮多店两间嘛不同会员开的，那他们是走资源的整合啊，爱豆嘛走，像爱豆女艺宝盒到中山站那边嘛是走中山站离大稻埕有一段距离，那个怎么样是去把它整合起来？对，所以唐丽珊讲OK。女宝盒宝盒我哋到底谈咧动心，比如动心去，想向亲朋友聊下，等下本台家己到底嘛个系女艺宝盒、女宝盒，再聊下。